कोशिश करने वालों की हार नहीं。不會太過忐忑，當擁有嘅時候又接近放手，循環播放劇情有多少個然後？如果係現實，我會選擇打破現實，喺你嘅世界裏面，我會選擇慢慢自由。照嘅世界永遠好動帶着可愛，佢冇時間嚟